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10号要分享的是准备渡河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1章10到11节，只有2节哦。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约书亚吩咐人民的领袖们，到营中各处宣布，要准备食物，因为3天内你们要过约旦河，去占领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。约书亚记1章10到11节，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想要考公务员，准备了1年以后，家人问他行吗？他信心满满的回答没有问题。那家人又问是吗？你有没有好好祷告吗？主耶稣这么告诉你吗？没祷告可是一定会上，因为上帝爱我，他一定知道我很努力，上帝总是眷顾努力的人的。家人摇摇头就走了，结果出来他居然没有考上，连边都没有沾到。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他则到某家大公司去应试，出发前家人也问他行吗？他紧张到胃痛，抱着肚子说祷告时很平安，可是我想一定是主耶稣弄错了，像我这种咖怎么可能考得上呢？觉得自己绝不可能过关的他，嘴里老挂着不可能不可能啊，上不了的，我死了我死了。他没有死，而且笔试和面试也都通过，哇，大家都恭喜他嘞。可是在接下来的培训过程中，却因为做事态度太消极而被刷掉了。他不信上帝能为他预备，所以上帝也没有帮他保留。幸好后来他改变了他的态度，上帝又为他开启了另一扇窗，进到另一家公司。弟兄姐妹，你呢？你是上面所说的2种人吗？当你翻开圣经或是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，神对你所求问的事，究竟有没有给你确定的话，或者给你一种稳妥的感觉呢？没有上帝的话就信，那是可能迷信哦，以为基督徒就该拿到所有的祝福。有神的话却不信，那是不信的恶心。因为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就能够达到每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地方。有神的话也信了，那是蒙称许的信心，这是我们需要的态度。我们来看约书亚，他以信心和顺服接受了上帝的托付，在上帝的鼓励之下，他刚强壮胆了，并且按照上帝的吩咐迅速行动。虽然深知敌人骁勇善战，但他听了上帝的话，摒除一切的恐惧，毫不犹豫地吩咐人民的领袖们，你们要到营中各处去宣布，要准备食物，因为3天内你们要过约旦河，去占领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。在这2节经文，我有看到一些的问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3天内要过约旦河，我们姑且用60万的人民来算，我们想想要渡过河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？这里只吩咐说预备食物，但是都没有说有没有渡河的工具。我们也想说老弱妇孺
有好多人不会游泳，那对这一些命令，难道领袖们都没有疑问吗？而且3天后要渡河，如果照第3章后面的经文说，渡河的时候刚好是收割的季节，那收割的季节是代表说它的水会涨过两岸，河的宽度会变宽，可能本来20几公尺会变得好几十公尺，所以他们要横渡约旦河更困难，水深可能从2-3公尺就增加了，可能到6-7公尺。那没有搭桥，也没有提到船，也没有游泳圈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可能他们听说过上一代走过红海的经历，但是我们是我们，他们是他们呢，怎么办？现在呢？但是我们看这位领袖约书亚，他刚刚听完了上帝的命令，他就马上要求百姓准备食物。你们准备好，3天后要过河哦，要进入到应许之地。上帝也没有跟他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过河，在现在这里只说预备食物，3日之内要过河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及领袖们的顺服信心，遵从上帝的话语，不偏左右。约书亚相信上帝会亲自同在啊，他经历过一次过红海的神迹，我想他相信上帝会再一次彰显他的大能，带领这一批新的第2代要过约旦河，再一次经历他彰显的神迹奇事。我们来默想，当约书亚吩咐要准备食物，然后预备要渡河的时候，你会怀疑上帝的命令吗？想到那么多人，到底是要如何渡过河的那一边呢？你是不是心里会有一些的怀疑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在不知如何行走前路的时候，求你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，紧紧跟随，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生命中约旦河的障碍，引导我们进入你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地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